的和基本原則。總結 BS7671 規範概述了電氣設施的安全標準，包括其適用範圍、目的和基本原則，以確保人員、牲畜和財產免受電氣使用導致的風險。摘要 BS7671 規範的第一部分明確了其適用範圍，涵蓋了住宅、商業、工業、醫療、預製建築物、低壓發電機組、戶外照明、紡車以及內陸航運船艦的電氣接駁等多種類型的電氣安裝。規範適用於直流和交流電路，最高為1000V 或500V 直流，但不包括技術細節，這些細節可能會因技術發展而變化。設計師需要考慮製造商的指示，並在適當的電氣證書上記錄任何與規範不符的情況。規範的主要目的是保護人員、牲畜和財產免受電氣使用可能引起的危險，包括電擊、熱效應、火災、燃燒、過電流、故障電流、電壓波動和接觸危險部分等。為了實現這些目標，BS7671 規定了基本保護、防止接觸危險部分和故障保護，在發生故障時防止危險。此外，規範還涉及對熱效應的保護、過電流保護、電壓波動保護，並強調了技能化設計、遵循製造商指示以及記錄與標準不符的情況。觀點安全基準 BS7671 確立了一系列基本原則，以確保電氣設施的安全，包括防電擊、防火、防燃、防過電流和防電壓波動等。保護措施規範涵蓋了多種保護措施，如基本保護、故障保護、防熱效應、選擇合適的設備和保護裝置等。設計與執行強調了電氣設施的設計應由具有適當教育和培訓的專業人士進行，並且在安裝過程中應遵循製造商的指示。記錄與合規，任何與 BS7671 規範不符的設計或實施都應該被記錄下來，並且確保這些不符情況不會降低安全標準。時間軸一，本段介紹了 BS7671 的範圍、目的和基本原則，這些是電氣裝置安全的基石。該標準適用於住宅、商業、工業、醫療、預製建築物、低壓發電機組、戶外照明、紡車及岸上單位的電氣海岸連接等多種場合。BS7671 規範了直流和交流電團，包括屋外和固定的電訊技術添加和修改。該標準不包含可能因技術發展而變化的詳細技術要求，任何偏差都需要由設計師特別考慮並記錄在適當的電氣證明上，且不得導致安全水平降低。此外，該標準主要目的是確保人員、牲畜和財產免受使用電力時可能產生的風險，包括電危、熱效應、過電流、故障電流、電壓擾亂等。保證安全措施包括基本保護、故障保護、防止熱效應、防止過電流、防止電壓擾亂等。二、詳細解釋了 BS7671 的目的，強調了保護人員、牲畜和財產免受電氣使用可能造成的風險，包括電危、熱效應、火災、燒傷、炸燒、過電流、故障電流、電壓擾亂等。該標準通過基本保護和故障保護來實現這些目標，並規定了合適的設備選擇、保護接地和繫結，以及在發生故障時自動斷開供電的要求。安裝設計應旨在減少可燃材料起火的風險，並提供防止燒傷的保護。介紹了 BS7671 中的基本電氣安全原則，這些原則旨在通過特定的保護措施和合理的設計來保護人員、牲畜和財產免受電氣使用可能造成的危險。這些原則包括防電危、防熱效應、防過電流和防電壓擾亂等。三、本段講述了電氣安裝的基本安全原則，這些原則通過特定的保護措施和合理的設計來實現。
這些措施包括防止電危、防止熱效應、防止過電流和防止電壓擾亂等。其中，防熱效應措施包括限制設備表面溫度、使用適當的封閉結構和 IP 等級、選擇不易傳播火焰的線路系統，以及使用弧短檢測器等。防止過電流涉及選擇和協調適當的保護設備，如熔芯和斷路器。防止電壓擾亂包括使用衝擊防護器來限制過電壓，以及進行風險評估以確定是否需要短暫過電壓保護。四、強調了電器安全的實現依賴於有技能的設計和正確的安裝實踐。BS7671規定電器裝置應由有能力的人員設計，這些人員應具備足夠的教育和培訓，以避免在任何時候發生危險。設計人員必須考慮所有相關因素，包括裝置的預期使用、電源的特性、外部影響、最大需求和多樣性、設備的適當選擇等。此外，還應遵循製造商的指導，包括正確使用設備、安裝和封閉，以及考慮溫度週期和溫度評級。最後，本段介紹了從 BS7671標準偏差的重要性。任何偏差都必須由設計師特別考慮，並且必須在適當的電器證明上進行記錄。重要的是，任何偏差都不得導致安全水平的降低。設計師和安裝者必須仔細評估偏差可能造成的影響，並實施措施以緩解增加的風險。